大家好，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可以做一個完全整整嘅側手翻。咁側手翻係一個基本體操嘅練習嚟嘅，所以學體操嘅女孩或者男孩都應該識㗎啦呢個動作。咁第一個動作你可以係咁。OK，第二個動作，第三個動作。第四個動作，見到係咪？咁最後你可以加埋跑呢個動作嘅，見唔見到？所以側手翻記住唔喺屋企都係嗰句啦，唔好亂試。好似我咁樣喺硬地需要好長嘅練習，所以如果真係好想學嘅大朋友或者小朋友咧，咁記住 subscribe 咗先啦，同埋按個 like 先啦。咁咧你就可以揀一啲專業教練教你做啦，或者一啲遠地可以自己練習嘅呢啲動作。咁我諗頭先嗰4個動作，加埋其餘嘅3個動作，每日可以做50次，堅持咁做幾個禮拜，我諗你好快就應該學到側手翻點樣做㗎啦。